很多人以為只要手頭上拎住本護照，買好機票，就可以順順利利上飛機。呢個想法其實完全大錯特錯。今日我用一個喺天上飛咗10幾年嘅空姐身份同你講，而家嘅規矩一早變晒。好多長者喺登機閘口被攔截，根本唔係因為漏咗大件嘢，而是被一道睇唔到嘅電腦牆隔住咗。今日呢段影片，無論係你自己想出國玩，定係你要幫家裏嘅老伴買機票，都一定要認認真真聽清楚。因為而家真係唔係話有飛就一定飛得到。睇完覺得有幫到手嘅話，麻煩幫手點個讚。我先同各位大哥大姐講一件最近我喺機場親眼睇到嘅事。有一對70幾歲嘅老夫妻買咗我飛嗰班去日本東京嘅航班，佢哋一早就搭的士去到機場，行李又去櫃位辦妥託運，安檢都過埋，慢慢走到去登機閘口。點知排隊準備上飛機嘅時候，閘口嘅物體點樣都唔肯開，上面仲亮咗紅燈。櫃位職員跑過嚟睇，電腦顯示資料唔符。呢兩位長者急到滿頭大汗，拎住手上面嘅護照不停講：我哋一早就搞掂咗，簽證都有。你睇睇呢張相，真係我本人，點解唔俾我哋過去？各位長者，而家真係唔同咗。以前你哋拎住護照俾櫃位職員睇一眼，佢覺得樣貌相似，就放你一馬過去。而家好多機場都轉咗用智能認人系統，鏡頭對住你張臉嚟影，機器睇嘢非常死板。只要你而家張臉同以前辦護照嘅時候差咗少少，佢就認唔到你。年紀大嘅人，幾年嘅容貌變化其實可以很大。你想想，有人因為牙唔好去咗配假牙，整個臉型就唔同咗；有人生咗一場大病，瘦咗10幾公斤；有人走去動白內障手術，又或者年紀大，眼皮有啲腫，再唔係前幾日跌親，張臉有啲淤青。家人天天睇住你，唔覺有咩古怪，但嗰台死板嘅機器唔會理呢啲，佢只會跟住電腦裏面嗰張舊相，只要兩張臉對唔上，佢就會立刻鎖死，唔俾你過。嗰陣時航班即將要起飛，長者喺部機前面點樣解釋都冇用，機器唔放行，櫃位職員就要做好多核實程序，要上報主管，又要查資料，時間根本唔夠用。最後飛機落閘，佢哋只能眼睜睜睇住嗰班機飛走，白白浪費咗錢。老人家喺機場覺得好難堪，不停流眼淚。所以我喺呢度真心勸大家，如果你嗰本護照嘅相係好多年前影嘅，而且你呢幾年外表變咗好多，千萬唔好以為護照未過期就冇問題，最好提早去換一本新護照，影一張而家最新嘅相，免得到時喺機場被捕機攔截，花少少換護照嘅小錢，可以慳返機票作廢嘅大錢，呢條數大家一定要算清楚。接下來我要講第二個好普遍嘅問題，就是手機應用程式上面嘅確認。呢個也是而家最容易令長者卡關嘅地方。而家好多長者出國都係家裏嘅年輕人幫手喺網上買機票，年輕人用智能手機按幾下，俾咗錢卡咗一張機票，畫面傳到長者嘅手機上，就同長者講：爸爸，你哋去到機場拎呢張圖俾佢哋睇就行。長者又以為咁樣就萬無一失，點知去到機場完全唔係嗰回事。因為而家嘅航空公司為了確保你呢個人真係會去搭飛機，會喺起飛前2日發一個連結到手機上，要求旅客自己點進去完成身份認證，有時仲要你對住手機鏡頭眨眼搖頭，證明你係一個活生生嘅人，而且正是買飛機嗰個位置。但年輕人工作忙碌，買完機票就撒手唔管，根本冇留意到呢啲信息。長者自己更加唔懂咩係應用程式，咩係連結，連去邊度點擊都唔知道。等到長者推住行李去到櫃位，職員一查電腦就講：你哋嘅登機手續未完成，出唔到登機證。長者一聽就慌咗，趕快打電話俾子女。子女嗰時可能喺度開會，根本唔接電話。長者喺現場又急又氣，血壓都上升埋。所以我特別要提醒電視機前面嘅年輕人，如果你幫父母買機票，唔係俾咗錢就當搞掂，一定要幫佢哋將後面嘅手續都做完。如果需要點擊連結確認，你就提早幫佢哋點好。如果老人家要自己去機場，你最好將手機裏面嘅畫面幫佢哋整理好，話俾佢哋聽要開邊個應用程式，唔好只係俾一張相就算。因為好多時候櫃位職員要睇嘅係會動嘅條碼，你拎一張死相俾佢睇，佢話呢張過了期，唔可以用。老人家根本唔知道如何重新連上網去弄一個新嘅條碼出嚟。有些老人家喺機場連免費網絡都唔識連，只能幹着急。呢種事我喺登機閘口睇得太多，真係好心疼呢啲長者。出一趟國，原本開開心心，結果喺機場俾一部手機，搞到心情差晒。再來就是身體狀況嘅問題。咁多位大哥大姐，你哋知唔知道而家機場周圍都係閉路電視，有些鏡頭唔單止睇你嘅樣子，仲可以睇得出你而家吸氣喘唔喘，塊臉係咪全紅咗？
有些長者脾氣比較急，怕趕唔到飛機，喺機場裏面行得很快，甚至推住行李小跑步。桃園機場好大，有時由行完安檢走到去登機閘口，要行20到30分鐘，好唔容易趕到登機閘口，整個人仲喺度大喘氣，滿頭大汗。自己覺得站着休息一陣間就冇事，但機場嘅電腦系統一見到你呢個樣子，就會判定你係一個高風險嘅旅客。點解航空公司會咁嚴格？飛機飛喺幾萬英尺嘅高空，上面嘅空氣比較稀薄，氣壓都唔同。好多人在地面覺得呼吸好順暢，上去天上面就會覺得胸口悶。如果你嘅心臟或者血壓原本就有一啲狀況，喺地面可能無事，上去天上面就很容易發作。飛機上面無大醫生，亦無急診室。只有我哋呢啲受過簡單急救訓練嘅空中服務員，萬一你喺半空中出事，我哋點樣救？我哋只能夠俾你吸氧氣。嚴重嘅話，飛機仲要中途透過地方迫降，嗰度整班機嘅人行程全部都要延誤，呢個成本係非常非常之高。所以而家嘅航空公司規定好死，只要見到你喺登機閘口前面走路唔穩，喘氣喘得好厲害，或者臉色看上去唔對路，馬上就會將你攔下，要求現場量血壓，或者叫醫護人員過嚟睇。如果你過唔到，對唔住，你就冇得客氣上飛機。有一個黃亞公就是咁樣，佢平時有食降血壓藥，控制得還算可以。嗰班去免稅店買嘢，忘記咗時間，聽到廣播叫自己嘅名字，佢嚇了一跳，拎住幾袋嘢，一路用跑嘅跑過嚟到我哋面前，氣都未抖順，連整個人嘅肺鏈都係漲紅。我哋一睇到呢個情況，馬上請佢坐下休息。結果一量血壓高得非常嚇人。黃亞公不停講，佢只是跑得太快，休息10分鐘就冇事，求我哋俾佢上去。佢話佢要去美國探孫仔，1年先去一次，但電腦系統已經跳出警告，我哋誰都不敢放行。機長都話為了佢嘅生命安全，唔可以俾佢上呢班機。最後佢只能退票，孫仔都見唔成。所以各位長者去機場一定要提早，可以幾早去就幾早去，寧願坐喺登機閘口前嘅凳子上，無聊發呆，睇睇窗外嘅風景，都唔好跑得氣喘籲籲。你嘅身體狀態，機場嘅職員同電腦都睇喺眼裏，千萬唔好硬上。如果你哋覺得走路好攰，膝頭哥唔好，買機票嘅時候就可以叫子女幫手申請輪椅服務。機場有專人推住輪椅帶你過關，直接將你送到登機閘口。呢個服務全部都係免費，大家多些利用，唔好死頂自己行，將身體搞得咁攰，萬一被攔截，真係得不償失。第4個一定要講嘅，也是好多長者會忽略，就是而家大家常用嘅輪椅同代步車。我知道而家好多子女孝順，怕父母喺機場走路太攰，會買嗰種電動輪椅，或者可以自己行嘅行李箱，看上去很有型，好方便，老人家坐着都舒服。但呢度面嘅學問可大，特別係裏面嘅電池。大家要有一個觀念，飛機係最怕火，我哋喺天上面最怕聽到貨艙有火警報告，貨艙裏面全都是大家嘅行李，一旦起火係完全冇地方走，所以民航局對帶上飛機嘅電池管得非常非常之嚴。好多老人家推住電動輪椅過嚟，櫃位職員第一件事就是蹲下去睇你嘅電池，電池上面必須有清晰嘅出廠貼紙，寫清楚佢係多少容量，仲要可以拆出嚟。但有些長者部輪椅用了好多修，將貼紙一早磨爛咗，一個字都睇唔清。仲有些輪椅設計好古怪，為了防水防塵，電池係完全鎖死喺裏面，用螺絲扭得好緊，根本拆唔出嚟。櫃位職員睇唔明白你嘅電池容量，拆又拆唔走，佢絕對唔可能俾你將呢部車推上飛機，因為佢要對全架機嘅人命安全負責。電腦系統過唔到就係過唔到。嗰陣時長者就會很大聲講，我呢部車幾萬塊買返嚟，點解唔可以帶？以前我朋友也是咁樣帶出去，點解我唔可以？甚至有些老人家會在櫃位發脾氣。大哥大姐，以前係以前，而家嘅規矩真係一年比一年嚴格。如果你必須要帶呢種電動輪椅或者大型嘅代步設備出國，請你一定要喺起飛前3日打電話俾航空公司嘅客服，將你準備帶嘅物件講清楚。你要說明佢哋嘅牌子、型號、電池容量，甚至影相傳俾佢哋睇，核實冇問題先帶去機場。如果貼紙睇唔清，就返去原本賣俾你嘅老闆，叫佢開張證明，或者換個有貼紙嘅電池。唔好去到機場先喺櫃位同人吵，吵贏咗你上唔到飛機，嘈輸咗你一樣係上唔到飛機。最後幾萬塊嘅車只能丟喺機場，何必呢？第5個陷阱也是大家最容易跌進去，就是護照嘅有效期限同網上簽證。好多長者都有一個觀念，覺得護照只要冇過期，就算只剩1個月，我一樣可以拎去出國玩。
有些旅行社嘅人可能會同你講，護照要留6個月以上嘅期限比較穩，呢句話講得對咗一半。好多長者計算6個月係用佢出國嘅嗰一天開始計算，佢心想我1號出門，護照係6個月零10日後過期，咁就肯定冇問題。呢個其實係大錯特錯，電腦系統根本唔係咁樣計算，佢係睇你回程嘅嗰一天。如果你出國去玩半個月，你回程嘅嗰一天，護照嘅期限已經唔夠6個月，咁對唔住，電腦系統喺第一天你要辦理登機嘅時候，就直接將你鎖死，唔俾你飛。好多老人家就係咁樣，行李都打包好，興高采烈去到機場，結果被告知護照期限唔夠，整個假期泡湯。所以計日期一定要拎你翻嚟嘅嗰一天去計，只要離6個月好近，不管3721，先去將護照換新就對了。而家去換護照好方便，唔好省呢個麻煩，最後害到自己出唔到門。除了護照期限，而家好多國家都要求上網填資料，叫做電子簽證或者是電子旅行許可。以前大家覺得去到當地機場再填一張紙就可以，而家唔得，必須提早上網申請。有些年輕人覺得呢個好容易，出發前1晚先幫媽媽上網填，結果系統卡住咗。點解？因為有些長者嘅名字剛好同一些有事嘅人一樣，拼音相同，電腦系統就會將呢份申請截停，轉交人工去查驗。呢度一查可能就要好幾日，甚至如果你以前喺國外生過病，用過佢哋嘅醫療資料，都會被截停落嚟查。結果第2天要去搭飛機，許可根本未批，連登機證都拎唔到。所以呢個嘢一定要提早幾個星期就弄好，千萬唔好拖到最後一天。第6個要注意嘅就是關於飛機上面嘅座位，好多長者出門怕雙腳伸唔直，會叫子女幫手加錢買前面少少嘅位置，或者是嗰種喺逃生門隔籬比較闊落嘅位置。買嘅時候很高興，覺得花多點錢坐得舒服，老人家腳骨力唔好可以伸展一下。但等到上了飛機，我走過嚟一看，係一位拎住拐杖嘅老爺爺坐着，我一定會很有禮貌地請佢換座位，請佢坐到後面少少嘅普通座位。老人家通常會很不高興，講我花錢買嘅位置，憑咩要我讓出嚟？唔好睇我老人家唔起，我都70歲，連個大位置都唔俾我坐。各位長者，呢個真係唔係睇唔起你，我都希望你坐得舒服。但嗰個逃生門隔籬嘅位置唔係拎嚟俾旅客享受，嗰係遇到緊急狀況嘅時候需要坐着嘅人有足夠力氣將嗰扇重到要命嘅機門推開。嗰扇門非常重，年輕小伙子都要用很大氣力，而且坐着嘅人仲可以在緊急嘅時候指揮大家逃生，大聲喊口令，配合我哋空中服務員。我哋空中服務員喺起飛前會去評估坐着嘅人有冇呢個體力和反應能力。如果我哋覺得你行動比較慢，或者聽唔明白我哋嘅指令，再唔係你有拎拐杖，我哋係絕對唔可能俾你坐着。呢個係航空法嘅規定，係為了全架機幾百條人命嘅安全着想。如果我哋唔俾你換座位，我哋自己會被開除，甚至要打官司。所以子女幫父母買位置嘅時候，千萬唔好只顧着闊落，唔好去買嗰個逃生門嘅位置，錢花了都坐唔到，最後仲要在飛機上換座位，搞到唔開心。如果真係怕老人家腳酸，要選擇一般座位區裏面靠近通道。老人家要去洗手間都方便，唔用跨過人家，想站起來走走，隨時可以站起來。呢個先係真正替老人家着想。買靠近洗手間嘅通道位置係對長者最友善嘅選擇。第7個我要補充嘅係，好多長者都會帶平時食開嘅藥出門，大家一定要記住，千萬唔好為了省行李空間，將所有嘅藥都倒出嚟，裝喺嗰種無蓋無標籤嘅塑膠細盒裏面，紅嘅一粒，白嘅一粒。你自己知道嗰啲係降血壓藥，嗰啲係食心臟嘅藥，但海關唔知道。外國嘅海關一旦睇到呢種無外包裝、無醫生證明嘅白色藥丸，會直接將你攔下，甚至將你帶去小房間盤問。如果遇到比較嚴格嘅國家，佢哋會懷疑呢啲係違禁品。為了幾粒藥，喺海關拖延好幾個小時，後面排隊部遊覽車都開走了。帶藥出國一定要帶原本嘅藥盒，藥盒上面要有你嘅名字，有醫院嘅名字。如果有醫院開嘅英文藥單或者是診斷證明嘅就最好，將佢同護照夾喺一齊。海關一看就知道呢個係老人家慢性病嘅藥，二話唔說就會放你走。唔好為了省嗰一點點空間，幫自己惹咁大麻煩。仲有，如果有些長者有帶中藥水或者是喝嘅藥水，呢啲液體嘅容量都有規定，每一瓶唔可以超過100毫升，而且要裝喺一個透明嘅密封袋裏面。如果係一大瓶嘅藥水，係唔可以放在隨身袋帶上飛機，必須放在大行李箱裏面託運。呢個規矩大家一定要遵守，免得喺安檢嘅時候被鶯。藥物如果鶯咗，去到外國無藥可食，嗰先真正係大麻煩。第8個關於行李嘅規定，
雖然講過好多法，但每天還是有人出錯，就是尿袋，即係流動充電器。呢個物件絕對唔可以放在大行李箱裏面拎去託運，一定要放在自己隨身背着嘅小袋裏面帶上飛機。好多長者覺得尿袋好重，放在隨身袋也麻煩，就直接塞進大行李箱裏面，然後去櫃位送行李嘅輸送帶。結果就是你嘅行李喺機場嘅地下室被機器驗出嚟，整件行李截停，大堂就開始廣播你嘅名字，請某某旅客去到某個櫃位處理行李。老人家如果喺免稅店聽唔到廣播，或者聽到了唔知道走去邊度，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你嘅行李上唔到飛機，最後人去到外國，行李仲喺桃園。因為地勤人員唔可以隨便打開你嘅箱子，將尿袋拎出嚟，佢哋必須當着你嘅面拎。點解尿袋唔可以託運？因為飛機喺天上面，貨艙嘅氣壓同溫度會改變。尿袋如果在裏面短路起火，無人會知道。等到發現嘅時候，可能就已經不可收拾。帶喺身邊上飛機，萬一有咩狀況，我哋空中服務員立刻就可以處理。大家一定要互相提醒，唔單止係尿袋，仲有打火機，都絕對唔可以放在託運帶行李箱裏面。呢啲都是為了保障你哋自己嘅安全。第9個給長者嘅建議係關於轉機嘅時間。有些時候，子女為了幫媽媽省錢，會買嗰種需要轉機嘅便宜機票，例如去美國，會在香港或者日本轉一次飛機，中間等轉機嘅時間可能只有短短嘅1個小時或者1個半小時。子女覺得下飛機走2步就到另一個登機閘口，好方便，但對老人家嚟講，呢簡直係災難。第一，下飛機要走好長一段路，有時仲要重新過一次隨身行李安檢。機場人山人海，老人家走路唔快，又睇唔明白外文指示，唔知轉機嘅方向，心裏一急就會慌。如果前一班飛機稍為遲咗起飛，後面嗰個轉機嘅時間根本就唔夠用，最後老人家只能喺外國嘅機場大堂裏面睇住自己嘅飛機飛走，仲要花大筆錢重新買飛，仲要在機場過夜，食唔好，睡唔好，真係非常受罪。所以我一直勸大家，如果是年紀比較大嘅長者出國，盡量買直飛嘅航班，貴少少都冇關係，少受好多罪。如果真係必須轉機，轉機嘅時間最少要留3個小時以上，讓老人可以慢慢走，去上個洗手間，喝杯熱水，坐在凳仔裏休息一下，穩穩地走去下一個登機閘口。出門旅遊最重要嘅就是順暢和平安，唔好為了省嗰2-3千塊錢，將老人家折騰到半死。講咗咁多，我真係希望大家出國都可以快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唔好喺機場受一肚氣。而家嘅規矩確實好嚴，電腦都唔講人情，但我哋只要弄明白裏面嘅原因，提早做好準備，其實都冇想象中咁難。唔好怕麻煩，唔懂嘅地方多問幾句，子女們都要多體諒。唔好以為應用程式按2下好簡單，對老人家嚟講，個簡直好像睇天書。佢哋嗰個年代冇呢啲物件，而家要佢哋學，真係需要很大的耐性。做晚輩嘅，多幫佢哋檢查2遍，多打個電話去確認，就可以幫老人家省下好多麻煩。多一點陪伴，先係最好嘅孝心。